欺凌什么？神罪不知归路啊！小姐是为去年夏天要领进小姐妹去西陵游赏湖。哎，记得小姐问太太打了句，大家还得不醉不归，连回家的路都就忘了哩。心境万为者，吾日梨花深处。可不是嘛，天都快黑了，状儿现在五花堂里，谁是比不对嘞？真度，近期一探二路。对，姐妹们正着我讲，吵吵嚷嚷，叽叽喳喳，把五坛上的二路都减肥了哩。哎，小姐，这些事你都是怎么想出来的？简直是我灵我眼呐！我啊，就是这样一想，就想起来了。小姐了不起，了不起！上几期的什么？神罪不知归路，心情万为主，我常梅花深处，近期一探二路，近期一探二路，近期一探二路。真多，进去一探，路，好事，哎，多云是自持，家乡艰辛事。十成一醉叹恩，不相识。起来用针线线丝，舞弄花树，欢情一见卡萨来，马踩金塔楼，何修走，何修走。一门为师，却把情来修。公子，李清早看见我们了。喂，是谁呀？
人家私家花园，修亦不修。哦，对，对不起，哎，我们是神道经过，不经意看了一眼，哎，就眼啊，秀爷爷，你们看到什么？我看见了李清照小姐在荡秋千。你怎么知道她就是李清照呢？哎，露浓花瘦，薄情意透。何修舟，一门为首，恰把青梅系。当心！人类好处是呀精神，大家闺秀才女风情，众人想恰不与盆，共和情多见群英，千生生死一面缘。金冷冷是对天人，为什么那相为人儿一样情，一样情。你家公子叫什么名字？我家公子叫曹明仁。曹明仁，可是那个许清在身上不肯做官的曹明仁曹公子。真是，你家小姐知道我家公子？知道。我家小姐说曹公子也闻一律，是人嘛，恰很平常。我家小姐说，日后要是遇见曹公子，要他交个朋友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家公子啊，早就想认识你家小姐了。哎呀，原来是邵家公子，舅娘，清照小姐，小姐明人我举目才见娘芳名，最喜你心灵是巧女亲心。那日满从相会过，听见你踏上秋千，把心是意，因此每日来等候，写成了这一本情，找心事何事分？新世界李清照。随风长，心事情，没相称有时喜，有时惊，心绪苦。
今是我始终之意。其他他心儿砰砰跳，其他他脸儿泛红晕，其他他胆儿多顺他，其他他女儿变得轻。少公子。负心事，三心千心，小伎俩胡闹长心，不必为花园聚会。做丫头迎进门。不必为，锦溪开门。须莫芙蓉一笑开，夏雨宝阳春相随。一面风景生于
静心。夫人，静心，老爷你为禀夫人，老爷一清早就起来，急急忙忙叫上见面，陪他逛街市到古东啦。呀，那为何不招呼我一声？夫人不是浓罪不孝残疾吗？其实我有何尝浓罪？我啊，是正在想新的事呢。夫人，早饭已经做好，你是不是又不去啦？既欲早茶，何必早饭？不去，不去了。情人关到几日上，到来的北方。夫人，老爷回来啦！名人，名人，名人，湖南人两必得做，做了孙子地上，哎呀地上。静心，快拿件衣裳给老爷穿呢。夫人，你看老爷拿回来了什么？呀，这可是西周的古鼎，东婚的少辈呀！怎么只把孙子一件衣裳便忘了嘞？是啊，唉，只因为今人环境边关告急，弄得人心惶惶，所以都将这些古器廉价变卖了啊！我怕这些古器流失，就将他们都抱回来了。名人，你做得对，只要将这些富家之宝买回来，就是点了家当，当了房子，清早也不远啊。夫人，建明，快把2件宝物拿到上镇过去。哎，名人，来坐下，喝杯热茶吧。怎么，看样子夫人又要与我端茶菜蔬？名人，这是你我最爱喝的小弄堂上，这是饭饭饮来，味面发味，不是煎茶菜蔬对对牙齿，你看是何呢？好，老规矩，苏在把他捧盏，生在赏他饮茶。来，哎，不过夫人可不许耍赖哦。咦，我何曾杀过来呢？见面静心，你们小夫妻2人当场作证。好，我们做这对不许啥来。好了，夫人，出题吧。名人，你我所言通晓大胆，欣赏的是何人岁数啊？嗨，这个连我都知道，这是8、7岁数的冷眼睛。谁叫你多嘴？不说啊！夫人，未免太简单了吧？不算，就不算。夫人，再问，
那把记忆把落天曾经写过山水洞的事，你讲你讲了吗？你也嘟嘴。哎呀，夫人今日所问，未免太简单了。哎，碰盏，碰盏，名人且慢。一江暖，分地如此，欢喜行人与孤宿，思念世家谁继续？老天老公去柔，居无敌。当然是在江南了。碰盏，哎呀，呀！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把居易王爷是在洛阳。哎呀！一不当心，哎呀，错了。老爷碰盏，老爷碰盏。好，碰盏就碰盏。啊，夫人，请。名人，你还要问吗？要问，要问。好，那就听上。山水一江落，结于什么树？此树在堂上，只有哪一树？哪一树？哪一个？哪一人？哪一步？好，这杯茶我是饮定了啊！把事上清晰，便是这无数。上雨归来堂，桌上提起书，有些三个常世人，自有相助。数无知夫人，你要说句心，可不能撒来哦，听我听。记里说，老爷，你有事了？不会吧，建明，哎呦，夫人，我认输，明人只好为你碰盏了。请。
是长青天在这里。金星，金明，原来夫人你耍赖，叫你耍赖，你耍赖。好了好了，凡是我和金星碰战，你和夫人拼茶吧。算了，今日总算我夫人比过比谁？是你说，比谁？你说嘛。好，我说就我说啊，品茶。夫人，说句心里话，我真想老于思乡啊。可惜，明人，你想说什么？夫人，我夫妻才轻舟十一程去。天上地久，恰不了满身出伏兵心头。那军人应是虎步快中原，风声尽雨鸟，我旅人走。夫人啊，万一在乎杀过来，只怕为人从此许。是啊，一旦今日大举犯境，朝廷必定征用官员。我真担心，你这今日之身，早晚官袍加身，到那时，从天津到天津，夫妻实在好成就。这里精心收藏的是玉瓦，这里放置精神的石金缕，这里有从今甘美的富家宝，这里有三代富
名人放心，你我虽然没有一男半女，但这些宝物虽是同你我的儿女，你我的骨肉呀，虽是他们，就是同，虽是了我们自己。夫人，名人。禀老爷夫人，门外有位张世祖大人，自称是老爷的本儿，前来造访。张世祖，哦，快，请他进来。是，名人，这是何时的朋友？我怎么从未听你提起过？夫人有所不知，这位张世祖乃是我的同科进士，列校经常。早些时候曾来过1-2封书信，想与名人结交，因我为节日为心，便也淡了。时隔多年，不料今日忽然来访，既是同年之缘，何妨一见？夫人不用回避。名人兄，呀，世祖兄，老朋友，同喜呀，同喜！喜从何来？名人兄，你快呐！世祖兄成了官职。是啊，小弟无罪，仁兄来追。来追。怎么？名人兄官文还没送到，我可是早已当听到了啊！请坐啊，请。呀！名人兄故传今日大驾，这傀儡堂也名不虚传慢来，这位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。见过张先生。是最见过少夫人。张先生，请用茶。不用，是最上任途中甚到拜访，本以为可以和名人兄同饮一人，既然名人兄官文还没送到，小弟也就不便耽搁了。说实话，本以为可以在归来堂宽上过3天3夜呀！告辞。世祖兄官不在身，名人不管拘留。送世祖兄，不必送。这位张世祖到底是做了官了。他说你也成了官职，不知是真是假。但愿道天都是。老爷，官文下来了。继父来追，上身。太不开一见官吧。女人，国家永生之际，
你就令你上身。可是我实在是当不了这个，实在是舍不得你，舍不得这未来当啊！请早晨归来堂便是，凡也转火烧来，归来堂也不在了。归来堂不在，凤起珍宝一定是。谢夫人，一子官文不由己，府内一名夫来走。凡一情事不用还，我要你人杀金银玉财宝，分期一件不能断，不惜送金梅出马，平安送他到来走。等到财季太平安，我是当时去官职送还青州，与你归来堂上共把头。你怎么不说话？你说话呀！明日为妻弹上一曲，为你尽意。羞羞，这委屈也千万别阳关，也这绿。年富临人园，
谁将论菊花王？少人上秋征饭吧，谁道国事一切尽。今晚河边好风光此位仁兄，听说江南神女李清照今日就到，我等不妨在此等会，与他切磋切磋。是啊，我等在此为李清照把酒接风，也算尽了地主之谊呀。哎，这是听说那位邵明仁邵大人近来身体不爽，恐怕不能亲自来接李清照你。那我们在此稍待片刻。好，对，起。弹指弹，中原人上；弹指弹，没了家乡；弹指弹，情人分离；弹指弹，山高水长。小姐明应征当兵，好男儿血气方刚。自家书归来堂上，潘夫人相聚健康。快，邵大人来了。见过邵大人。多谢诸位江南才子前来迎接清照，实不敢当。能与大今日家大诗人交过朋友，乃是我等求之不得的事情啊！是啊，就知不得。不敢当。老爷，夫人来了，老爷。夫人回来了。夫人在哪里？老爷，夫人在哪里？怎么，明人你病了？不妨事。哦，夫人，来。夫人，你也睡了。明人，我把归来堂能搬的都搬来了，一共装载了15处啊！我知道，你为了这些水账，一定吃尽了苦。你是。才怜黎民流辛苦，为防家乡内停航。马金兵是狼是虎，烧杀抢
金弹在弹，大宋无忌抗将领。见过李元居士。我大忘了，夫人，这几位乃是江南四大金姐，特地为你自救接风。夫人，你看，名人，国难当头，理想背弃，何来压心？万事我等可是就让李清照大名，一清早就眼巴巴等在这里呀。李一万居士，你总要救我们的面子吧？对，官才与秦王为敌，来几句打油诗，也不管我们见李清照一面呐。对，清照，那好，众位请吧。秦王无上风光好，烧烤无私夜望山。好。夫乃心机大名所，一句非议，泪满裳。好，米大师，你大师，不愧是李一恩呐，粉子心一经根源。自烽火车里的青蛙湖，想到蒙受转乱的大名府，有风声压死的风流趣味，想到分崩离析的大宋江山，佩服。我从今恰从你落笔红绳，我传恰传你四字书生，再苦心是几人传承，谁记得平淡中千层深层，房间内自来乱雨季风，真是国家是白驹句句在丢。不见青蛙湖，瓦房杨柳，健康人依然是不风流。清照，我听说你在南来途中曾写了一首绝句，借楚霸王故事风雨诗酒，而今朝野上下都在暗暗传唱它。清照，你写了什么绝句？名人，你听啥？